讲三更，咱讲哦，日头若开始暗的时阵哦，就是暗时啊5点哦，5点开始日头开始暗，那么5点到7点当然就是讲哦，这个时就对啦，哦，这个时，那么这个时呢就是午时吧。那么若是讲迄个三更，就是讲一更、2更、3更，就是对迄个7点暗时啊，对7点到9点，哦，迄个是本来一个时嘛，就是顺时啊，哦，啊咧9点到11点就是亥时嘛，哦，啊11点到半暝1点，迄个是午时啦。所以讲哦，三更就是对暗时啊7点到9点，啊2更就是对9点到11点，啊3更就是对暗时啊11点到1点。所以三更就是天天假期，大家拢所睡的时阵，大家拢在困啊，啊无人知影的时刻，那么咱的五谷吼，伊就咧还听着咱这个。亲像，吼，伊即个吼，伊个现象对个，哦，爱就来问啊，讲咧，哦，人农下班的即个走路，哦，你手是，吼，是毋是你做的啦？哦，安尼啦，吼，那么咧，亲像在亲像迄个咧，甲咱即个吼，书讲啊讲，哦，是啊，是亲像所做的，那么咧，然后。那么呢，亲像伊就讲哦，地主不讲房事啦吼，计生了挂较多有啦。那么看公司会当根据来挂地主所收的有偌侪利益啦。哦，那么呢，当然啦吼，那么无错哦，爱听了哦，即个亲像安尼讲哦。那么，伊落来非常的严肃，爱来回答，讲咧，哦，你所做的这个时间，以见温情，哦，那么呢，其实咱在五岛，伊来看到咧，哦，亲像来休息，咱去休息，啊，对不对？你知影？亲是何地亲？亲是何地亲啊？亲如亲啊！亲如亲，二家也分开了吼。所以哦，亲像伊来写了一首诗，那么无过伊来看到一首诗以后，就打讲无见识。为什么他讲无见识？因为呢，哦。伊讲心是菩提树，把心当做哦一个菩提树一项物件，甲心嘛来当做哦一项物件，哦，所以讲完全哦讲都明镜啦，心是明镜啦，心是菩提树，那安尼完全拢是咧讲相，咧讲相体。那么若讲论相，论这个相体，完全拢是讲哦。有违法，哦，伊是生袂法的，伊是呢，哦，虚幻不实的物件。所以讲，这物件，你来无所，你来看到，虽然讲哦，这首诗啊，感觉袂歹，你幻想界内底，哦，你叫道理为内底，哦，如果依照安心，依照那安尼，你袂落三福德啦。所以哦，伊嘛讲哦，讲交代所有地主哦，大家咧分享，爱当然比较交代一句话，哦，心中拢要一句话，所以讲啊，你幻想界内底，虽然讲，安尼面对这个三福德，所表现出来的境界，是有为的这个现象，那么有所有所梦想，所以讲哦，而咱的身心灵境界内底啊，这是虚心加境的一个形象啊。
这个音箱内底，伊安尼传传转，这个免啊19是19讲我当然要19生肖，所以伊这个金刚经内底，伊嘛佛陀嘛安尼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呢，咱今日如果咱若咧修行道，伫这个过程内底，咱若有这个观念就对啦。那安尼有咱是我当然要达到见性。那么咱讲修道要达到见性，何为见性？当然这是需要深层的修持的这样一个层次的赞许的。一个就是咧讲何为见性？所谓见性，就是讲爱达到最高的这个上乘法门，最高的上乘法门，就是咱电脑之上咧讲，达到无上正定境界，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无上正等正觉，这样我们完全呢，咱是不菩萨的这个境界。所以呢，必须要经过认知的这个清修，基调安尼达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过程都是单传佛修啊。所以呢，历代祖师就是一代传一代，一个祖师传过一个祖师，伊并无来普传所以必须要经过民主的这个基础这个质量达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见性的功夫就是讲咱会当达到这个自我，会当去体悟到这个道的这个这个尊贵伊的这个特色伊的本质就亲像佛陀伊得到道以后，得到这个天经国的道以后那么呢，伊嘛是呢。伊会想伊嘛是讲我用这道，我会当大家超生了去啊。那么我会当成佛啦，安尼所以呢，伊嘛是共款呢，在度化众生，所以伊一生感恩刷了49年。因此这就是咧讲伊见性的感恩。所以讲咱着做明大师，伊嘛安尼讲呢，殊荣就不重要那么无经过这个修持，无做到直接伊会当呢，伊体悟到，所以讲伊会当呢，自自然然率性而为这就是一种见性的功夫这是个运动家。所以讲呢，并且无受到这有形上这相体来看治，伊呢发自伊的心并且呢来执着着不管是善这个顺境还是逆境，这善恶功过、利弊的知识所以讲咱这个修持上，有所康治有所强结安尼要见性就亲像讲这就是讲咱无做那么甲咱呢亲像你家开始讲你来只教问我，无教问题，就是讲你是懂人但是呢无认识就亲像讲咱今仔来修道，修到民主之理以后咱大家拢得道如果呢，事实上讲得道会当达到超生了事，事实上